做嘅作为东西，听起来佢像是把故事呢。南投有一位30岁系行业嘅设计师方胜忠，且后生把后生录得到嘅 IF 风点 idea 也上台国际设计奖。本但伊对做嘅无半是兴趣，强中意个新式个时行嘅东西。有一摆伊去参加公益计划，同中医大师合作，伊那开始认识传统工艺。伊里面认为做嘅系一种有几多变化，使得做各种用嘅材料。故所以路屯做嘅结合传统工艺手法，创造出个时尚嘅产品，做嘅表现出来嘅感觉也变啊规模强用。竹子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天然的材料，因为像它的形式就是可以跨越很多不一样的样貌，像是它可以是粉末，像我们刚才磨的东西剩下来的粉都可以，有时候我们要补一些地方，我们可以用粉加混的胶来用，它也可以是抽成丝，像一条一条须须也可以拿来，就它也是一个形式，也可以拿来做一些东西。30岁嘅中医师方胜忠讲定综艺嘅提升，韩国尤其上瘾呢。佢当日到底亚工厂都好研究综艺，韩做会出很多马街。像竹子的纤维都是直线，所以它才可以这样，像你在凹直线的东西一样，所以它很像头发这样，你可以自由的去烤它，很像在自由的去烫它这样。综艺做得后板内，含做得经过木匠用嘅文土，配出木匠用嘅线呢，创造出木匠用嘅东西。方胜忠未认真按呢，东分也嘅天然素材，其实套世界相关口内嘅技，条行马系动脑传统工艺。我以前就是听到工艺、手工、传统、什么文化这些字眼，听了就是先翻白眼，就觉得好烦，就是都是以前的老的事情。然后我以前是刚开始是很排斥这些事的，就觉得都是不合时宜，然后怂怂的感觉。其次是就动好画图、动好手艺术课，未动好图，不卡动动嘅天气用品查考嚟研究。同太好家下，世界就係家嘅興趣。嗰所以後生有一位就得到 If Red Dot Idea 上台國際世界獎。有一個作品就是它是一個可以收回纹針的一個收納器，然後我把它做成一個雞蛋的樣子，然後就是它下面有藏了磁鐵，所以你把回紋針收在上面的時候就可以吸着，它就很像是你在幫它蓋一個家。後來也是參加比賽得了一個德國的獎項，然後輾轉被一個美國的品牌看上，然後後來就簽約合作，然後在學生時代就是有自己的東西能夠被量產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肯定。本單針對新嘅元素新嘅材料有興趣，不過有一擺去參加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嘅計劃，有機會去意大利參加展覽，接觸到種嘅嘢嘅材料，冇想到對阿勝忠嚟講帶來動態嘅改變。我就上網看了很多竹子的資料，或者是人們用竹子做了哪些東西，就是其實坦白說我都沒有什麼好感，就是沒什麼感覺，然後甚至有很多我是覺得很好不喜歡，非常抗拒。然後我就想說，那我能不能就是不要透過別人做過的東西來認識這個材料，我就自己去竹林裡面。比到行卡了解做嘅，佢就走去做研究好，希望安呢就會中意做嘅。就是竹林裡面會有風吹過嘛，然後風吹過你就會聽到慢慢消失的聲音，然後就覺得這個感覺好像勉強來說好像還不錯，但是不知道它是什麼，我就把這個事情就記起來，然後看可以有沒有辦法這個飄渺的一個感覺能不能變成一個東西。啲做研究後，佢有全新嘅感受，嗰所佢同參加亞項計劃嘅綜藝師陳高敏打造出一件 flow 嘅綜藝，得到興意睇啲嘅機會，嗰所佢對綜藝也改變嘅看法。後來我就發現，就是我好像這個材料本身是有趣的，那我想要知道它更多一些，所以我就開始到處到台灣各地去找一些老師傅，然後問他說：你可不可以教我？
就是做你们在做的工作，像是椅子啊、竹编啊，或者是一些器物等等，然后我就自己去，就慢慢学了，有一些基础。因為基礎過後，阿成總上位人係較接群眾嘅，就同老師嘅功法更以新嘅世界同素材，將佢看到農業時代史田用嘅史田鋼，就有為靈感，從出強強嘅又朴又硬嘅拍呢。傳統做中醫嘅功法係更入到一面講嘅度紅。這邊竹管是硬的嘛，可是它這邊借由把它做一個切割，然後這局部其實變成竹片的性質。然後這邊就是軟的，然後就是從硬，然後到軟，然後到硬，然後這樣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轉角。這邊是竹管嘛，然後是硬的，然後我留了一個竹節，這邊你可以放一些耳環啊，或是小東西。然後上面延伸過來的就是它變成竹片了，像軟的，就是它有彈性，然後我就拿來包成鏡子。出題前中醫師傅來後，阿成總未接送去南投拜訪一個專門長老文物的師傅。這些都是手刻嗎？可以像珠珠的，還是還是它做完再塞進去？再做好再塞進去。線條很漂亮，螺旋線條。這個現在沒辦法再做了。央業總村的師傅當地嘅張義慶一本數位嘅總會，對古爺爺雕刻造戲，古爺爺韓國金屬皮件也雕，一項同阿成總說明，也雕東西咪係佢下後創作嘅靈感。年輕人他很向上啊，所以他有一些問題，我們盡量能幫年輕人解決問題，這是我們這一些長輩希望年輕人更多人喜歡這種老物件的方式啊，大家大部分都會問一些金屬配件啊，拉手這一類的，還有材料材質，還有那結構啦。他當時剛好在修什麼，就可以看到那些東西，而且還是被拆開的樣子，而且都可以碰。然後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說是很好的一些吸收，因為都是50年、100年前的東西，然後那些東西都是當時的工匠用很好的。用心去做的好東西，這樣，然後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，像是造型的比例啊，或者是材質的應用，或者是一些形式上面等等。同旗下的工藝師傅學過後，阿成總未發現，佢真正欣賞嘅係老東西杜烘空電嘅智慧，未了解到用手工做出來嘅東西有幾寶貴。佢工作嘅係佢創作當中一項當重要嘅材料同盤。韓國也有調扮人嘅智慧，未係只用佢創作嘅重要養分。